我哋身處喺如一個 B10一座591層，呢個兩房好實用，得嚟亦都好靚景觀。客飯廳分明，擺完飯台擺梳化電視，望翻呢個維港嘅海景，絕對係一個璀璨。可以望到煙花，露台，單位樓底夠高，緊廚設計。哇！呢啲門柄相當講究。廚房都可以望到海景，所有設備咧都齊晒。木紋嘅設計，591尺3房套房，有個功能房。呢度夠一隻床、洗手間。跟住再出翻嚟咧，廚房出嚟，就去個房間，細細嘅走廊位，客房、廳房同向，望到煙花海景。洗手間，哇，配搭好，感覺清雅，有班木紋，再配翻呢啲嘅一塊過嘅石材，有窗設計。再加埋呢個主人房，有22尺、16尺工作露台，望翻景觀都係一靚。廳房同向，視野好開揚，藍天白雲。